先設計後裝修，大膽規劃，細心實踐。大家好，我係來福赤總設計師 Edmond。建設樓宇會經過一連串嚴謹嘅規劃，多方面嘅審核，繼而進行施工。室內設計同樣都一樣，先做好設計同規劃，再喺單位內進行裝修工程。亦係我從事室內設計行業10幾年，認為最有效嘅方法，令客戶得到理想嘅家居。喺現實嘅情況底下，單位會有好多突發嘅事情會出現。我哋事前做好設計同規劃，就更有效地掌控工程上嘅進度。今次咧係我人生首次嘅家居裝修，其實內心咧係好不安嘅。始終裝修咧係一筆高昂嘅費用啦。喺正式收樓之前1年咧，我已經參考咗好多網上同類型單位嘅裝修影片啦，同埋了解整個嘅裝修流程，甚至我去自學畫一啲 3D 圖，務求係可以將我嘅需求咧講到俾設計師知道。喺1年入面咧，我揾過唔少嘅裝修公司報價。來福赤本身唔係我嘅首選嚟嘅，而設計師 Edmond 咧見完佢之後咧，佢喺最後同我講咗一句啦：最緊要溝通，就係溝通呢2個字啊，深深打動咗我。我喺 Edmond 身上咧感受到咧對於設計嘅追求啦，同埋我感受到佢對於戶主嗰種真誠同埋坦白。咁所以我亦都好放膽一試啦，促使咗今次嘅合作。喺過程咧，雙方真係透過咗溝通咧，去達至到共識，從而建立咗今次嘅信任啦。所以我都點解會願意接受訪問嘅原因啦。單位咧出嚟嘅成品亦都令到我好滿意嘅。所以好多謝今次戶主嘅信任。如果工程展開之後，先至再設計規劃，整個工程時間都會延長。另外，物料同埋配件喺運輸上邊都需時。工程師傅可能未必可以即時配合得到，咁樣會影響工程嘅進度，最後戶主承擔一切損失時間同費用嘅。展開裝修工程嘅時候，難免會經過唔同人手嘅工序，當中有唔同嘅意見，所以喺工程入面為戶主作出最終決定，係設計師一個好重要嘅工作。再次多謝今次戶主嘅理解，會願意同我一齊去研究，令設計上可以更加完善同進步。先設計後裝修，大膽規劃，細心實踐。我哋來福赤會謹記初心，為客戶建立理想舒適嘅家。